大树，台大渔服社来七美的这个传承啊，几年了？差不多快30年。快30年？快30年。那为什么会选七美这地方？怎么讲？会继续住这个地方？我觉得多多少少每一届会是一种对七美的感情吧。就是其实在这边，就不管是在社区里面问大哥大姐，然后其实他们都知道台大渔夫，然后也是跟我们有很久很久的感情。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感情，然后让我们就是会持续在这个地方继续做服务。因为当时我有参与过，印象最深就是一个姐姐，然后她是国文系的，然后那时候小小的觉得说，一直有那个印象，觉得她很有气质，然后我也自己也很想说，如果能够像他们那样子多好。然后我感觉他们不只是说在出队那几天跟小孩子的接触跟那个影响，他们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们还是给我们小孩子一直持续的关心，就是他们持续的爱心一直在影响着他们。马家用的爱，做得伴一群唔相识的人维持30年的感情。澎湖的人讲，本海水味甜的所在，其实有的希望就喺贵的海洋，因为总有着亲真实的关心，为天天潮水一摆又一摆荡入来。韩国退走过后，记得还会再来。行道岭，牛皮道加海水无行道岭，牛命道加河巴无行道岭，牛干道加青山无，牛塘道北风上岸加小山行道岭。吼嘿吼吼，台湾啊！吼嘿吼吼，人家报道。台湾啊，吼嘿吼吼，阿妹巷子哦。大哥，西台古堡的历史啊，从1887年开始，对，到现在2011年，大概有120多年的历史哈。大哥，我来这边呢，大概应该是有四五次左右了。每一次来到西台古堡，我都觉得那种质朴、淳朴的感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每次都感觉一样。对，这个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啊，几乎没有什么多大的改变呢。那我相信说那个保存的越完整，然后越没有经过人工修饰的话，这个古迹保存下来的话，就比较更有价值性。可是你看，像这个啊，这些的红砖啊，都已经露出来了，会有想过说要用水泥把它整个再重新覆盖一层上去吗？我想那个古迹的话，除非说它对安全上有顾虑的话，才会去做一些人工的补强。因为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太多的修饰，多人工加注在里面的话，就比较不自然了嘛。就是把它完整的呈现，对，出来这种感觉，在地的澎湖感觉，对古迹的保存方式，就是不用人工，完全是纯自然天然的。西台古堡187年，澎湖总兵吴万禄签的万人的工人，用了2年才得完成。124年过后的足球，和阿马斯太炮来做的，都竟系强敌台湾嘅片。不过，终于古堡的30寸冷飕飕的东北季风，留几个来行了的人客。唔伫嘅当时，把所优势嘅战士，佢哋嘅灵魂，系咪已经得到自由？风度摇来摇去嘅天然曲。当地嘅手拿太炮嘅硬壳，留真正嘅安行味。不過太炮嘅功能係你要嘅，就係做得陪你翕相。哎，玉香来了，有缘哦，有缘哦，偶像哎，偶像照一张哎，好，
不会。今日来朴信的节目很多台湾情人啦。你说是才好。安子生，安不得会看花火节嘛？观音平家场，对，9点，那9点见啦，慢慢会去。慢好哦。亲切啊，都旁观拄到，你没有你咧乡亲来俩，我刚刚讲到乱七八糟啊，因为太不欢喜啦。我讲一摆，没有，我讲澎湖的地方啊，世界票选为100大世外桃源，客家话很多世外桃源结合的，你看呀，这地方很多二坎村啊，早期哈澎湖这地方的建材无按多。古时候呢，其他都利用天然的资源啊，挖山、石山那边挖海、石海。古时候呢，其他都老了，唔是做对拿么？唔怕啦，哪一张运动唔怕啦哈。看一下这石头，珊瑚礁的化石，安尼，然后伊安尼一张一张拿起来，贴起来。沙漠上都安样啊，冬暖夏凉。寒天的时节，东北季风来，唔惊；热天的时节，都无下冬凉，系咪懂厉害？这东讲，好好啊，龙龙啊。行业你看咩轰隆地度啊？你做在看到强大啊！我挂点一堆东西，当我有下动的东西，像石齿用的，就挂一堆当波。你看一下啊，这个蓝色的，是用一种你知道雅俗共赏，因为客家咪做对啱嘛，啱看啦。出角木唔好啱啊！木角雕，爱蒙样啊，用客家话念不出来啊。触角鸟，爱扑角，穿红裤，扑书角，买萧糕，贴蓝鸟。啊，你有看清楚吗？有糖豆吗？来源呢、就像你从成法会读到的，以为某会懂到事情，全部会做其他都会题材。那边还有哦。我俩入来吼，我俩下来。我应好落吧哦。双脚行甲离坎来，要听报歌请入来。包女欢喜笑嗨嗨，唔知火船几点开。这上面还要写这个开要念开，不是念亏哦。里面有声音呢，有冇？因为你会冲。有音吗？底位度啊，都见你底度啊！见咩音糖诶？来看到诶，开始糖都赢得冲了，不过哈阿妹哦用咩用啊？唔落看一下。嗨，你好，很好。你用了爸啊？唔爸爸紧啊？你倒位来？我台南。你台南哦？我苗栗啦。哦。你敢有听过这？有啊，我就是要那个。我叫是有人伫内底唱呢。我嘛是真好好听的。哎那我想讲，你们那真两个咧唱。你看会把这台语标了播歌。我就听过。真系吗？系啊。无啊，生囝啊，上届老啊是安那我就唔知。有一点仔像阮客家人的山歌。烦恼因缘无下落，一日食饱烦恼变，烦恼不老。18个送君去台湾，目眶愈红，我也红。目屎一粒一滚动，滴落涂骹涂一空。因为这个包歌是民间生活挤压出来的声音啊，等于是所有的生活体验跟智慧呢，转化成为28个字。所以是很这边难得的生活文化资产。真的，像刚才那一位台南的阿姨啊，她说一吹就久啊，拢吹无，但伊跟我赶快都要拢是听着声就进来。但是，比方说像我刚才在听大哥你讲，我可能是在看那个时代的故事。
可是我觉得生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看了这些可能会流泪。流泪就这样子啊，因为我那个堂姐81岁了，她要唱这个，她都会掉眼泪。她一定会掉泪。你敢无听我？伫陈永先生编写嘅《澎湖耳坎报告》都写定，报告係一種地方文化，係生活嘅記錄，係音樂，係詩歌，嘛係時光留澎湖海島環境所造成嘅啥。咪就係講報告嘅原創係島民內心嘅演繹，係海島生活嘅縮影。就將一條蔡桂雄先生詮釋嘅選句，內容係講中正古樂屋嘅姑娘，限定目的是我與台灣打拼嘅老公離開，心肝肚嘅傷痛，逐逐做得本目的跌穿石頭。按深刻嘅寫法，本人當難想到，佢係對平常嘅百姓來嘅，也免難怪陳瑞先生會講，報告就係一種對生活度轉化出來淺層層嘅沙。夜間無看我軍影，我軍出我這歹命，夫妻叫做空空命。對個嘴啊，一衝出來，阿妹哎，幾麻片全部起來啊！就像人哋客家人，人哋話山呢，故說人哋有山歌，我行較清楚嘅了解，不過樣嘅環境哦，只要有貼近在地嘅文化。天頂落地陰，世間無人這曉心。無情無義真殘忍。離開耳坎落伍嘅時節，幾經日頭會落山，你報告嘅聲音度，本係想起蔡先生嘅話。讓我感動的，就是說一首胞歌啊，它短短的28個字啊，就是把那個情感啊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前的人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啊，然後應該是講嘛無出去社會解決啊，但是因為呢簡簡單單啊都有法當做表達，然後將他們心裡面的感情這樣子用胞歌抒發出來，這樣子。那我現在怎麼擠也擠不出一首胞歌。用庶民文化做創作來源嘅報告，可能冇傳統嘅詩詞歌賦按嚴格，唔過咩因為冇包袱，本件內容看起來行下生動活潑，唔過咩因為隨意創出，報告嘅資料整理、收集、保存行下困難。陳友義先生喺耳坎報告度當時會講，澎湖嘅報告漸漸嘅無題，會消失咩冇可能。我想喺追求時尚，還有接受外來音樂嘅同時，留一啲啲嘅力頭，用來保護傳統嘅歌謠，真係當有必要。因為文化係散脫無脫，就係國家嘅恥辱。到澎湖啊，做得去耳坎談播歌，還做得去西台古堡尋古，還有一件事情，兩隻季節輪流，聽說會做就會出海去做點熊。但是啊，今天的天氣突然起風又下大雨，我講嘛，唔可以講，帶點雨衣啊，馬家就唔是講咧，撞入去，就會兩손呢。哦，看來你看。熱流的啊，冇，就會種電熊魚的啦。大哥，大哥在哪裡哦？大哥船長啊，鴉片，我要你多好，
我去上面看，可以从雷达看到鱼吗？可以啊。可以吗？我上去，松一块，平哦，上面很特别啊，懂这边了。现在已经要出发了吗？现在准备出发了。白沙乡的插甘村，因为迄啲澎湖嘅北片，佢會包含古朴邑、金邑、吉比島，一附近啊，特別到熱田、田鄉唔會飛遊。據說到熱田、白沙鄉嘅安布市啊，仲會看到幾百輛嘅漁船同時出發。一作魚嘅作業啊，天出嘅變到天意臨走時，漁船啊，就會數量全國。好多人講是海上嘅人魚。風影更加大，嘛愛渡風戰遊。天頂咧，噼噼啪啪嘅引擎聲，引來引接近漁場嘅。我就想啊，聽得到我自家嘅心跳聲，原來也就係討海生活嘅狂。阿妹愛，我當緊張咧。你有看啦？睇我講啊，佢全部哦，就係獵完澎湖安比亞，睇個慶迪嘅亞健嘅活動就係，係嘛解喏？鴨雕小館啊，夜釣小館啊，因為嗰條東西啊，講到講啊，全部要嚟球頂過來。你看按到嘅，全部都當無，有冇？全部拿個釣竿有冇？哎，因為個天賦水底度，還有天賦水度嘅天賦咩人講有冇？可能太監嘛釣到一朵，希望係今日要做咧釣到動作嘅定向，係看嘅曉過嘅樣嘅啊，按太陽啊，可能嘛做咧做到動作啊。其實啊。一出海做定向魚嘅時間，落管理各村無窮樣，工人咩無窮樣。有人管理早晨3點半嘅時間出海，以為船長天一湖就去漁場把味嘅，因為定向魚好啲淡水落海水交接嘅味嘅潛身。古所嘅白沙，大家討海人就地拄到風采才過，因為有動島嘅游擊物，天天雨水流入海洋，也時間。每做定向魚清好嘅時間，下來，你就會展開澎湖嘅定向魚體白嘅體驗喎。哦，我下面嘅，看到有魚啦，開始，給。大哥，這個網子有多長？200。所以現在我們探測到魚群在這個區域，對不對？對。所以就要開始下網。那要等多久？還是馬上就可以拉？馬上就可以拉了。按殺啦，馬上就做嚟來起來，嘎！太講講啊，前邊嘅天使啊，人穿到誒，做嚟做小館了，你唔屌嘅哦，做嘅哦，屌嘅哦，其中嘅經驗嘛，就做嚟地前邊喊做嚟做小館。看過去出題幾站嘅漁貨，貨船船頭完全按模模嘅，因為看到講就來嘅貼心。規則定向魚嘅山龜，澎湖漁民全部安布市出門。對一般嘅人來講，安布市行船啊，幾件當難嘅。按模模嘅迄堆魚嘅，行去做嘅道具，叫做行較難，無好笑。對人哋就外行嘅人來講，做定向魚就像好多人講嘅，青尾雞倒到湯是主食，雞是天公保庇。唔可能會講有科學器材嘅天數。做魚有麻煩難，討海36年的宋太哥，沙有幾棟特別的看法。現在定江科學越發達，儀器越好，網子越好，抓的定江魚越來越少。為什麼？一進來，啊，外海進來就把它抓完了，抓了都沒有跑掉了。因為機器越來越厲害。對。哦，懂緊張啊！哇，還有飛魚耶！哦，釣這位釣隻季節來到釣，剛才看到佢動光嘅上來嘛，睇下釣嘅，這位釣啦，還有丁香魚係哪一個？你係地紅啊，我從尾看到嘅防疫會講好多魚煲啊，這位記啦，煮嘅味噌湯有冇？從尾我標嘅這位釣，你知啊？你看佢按獎，有冇？幾金的啦，動槍。剛剛睇過我講，你啊海季節啊，信島啊，做得做到最高紀錄幾多錢？你冇？一安布哦，50萬人元，也係60萬人元啊！
你下工啊，讲安尼咋？你就会太过讲诶。不过要做到电容无，如秒的时间就会一种惊喜，然后感动，因为可能怕会做到无上道的东西，喊做咧卖上道的钱。哇，要数秒诶，要数秒诶！哟，你卖可以来较多哦。有没有？比例。主题飞舞、下弓、太扫杆，也係當季睇出嘅電影。大概數秒就將迄條辛苦嘅歡喜緊堆起來。另外，無論係分類，真理唔係標一邊用海水濕過，唔公眾係做得配合宋太歌喺下一擺數秒以前完成所有嘅動作。看見了顯著安靜嘅，睇了暗部顯出了幸福嘅光，心情大豐年對了拳喺暗部時3萬大兵嘅五面來講。真緊張啊！细尾迄是什么鱼啊？蛙米，蛙米迄嘛好鱼啊，蛙米，哎，安尼今日算袂歹对啊，今日算袂歹吼，买100万块算袂歹。哦，算袂歹。啊，进前拢印象若好的时阵，拢一工拢差不多200-300斤，200-300公斤。200-300公斤啊，较好的就讲像前几日啊，一礼拜前，哎，后尾1,000斤，1-2千斤哦。安尼算起来，今年下坎遮的丁香今年是算足好的。足好的，对对。1-2千斤，大丰收好。一支太丰收，要陪你感受到讨海生活的歡喜。太哥講，電強的雜工的命態，唔過熱天的豐收，這就係啲負面高見高後真困難下數秒。故說討海的人要曉得用動謙的心，來自然強勢，因為航船走水3分險，平常的風言全部都係老天公保庇嘅。你哈一抬做5點人啊，日頭就忙出來，然後哪咧？然後吉貝體驗個澎湖慶有名的石滬，然後去做維修，去做些吧。通講哦，你懂重要，嘿，澎湖的精神就會了石滬。多嘞，謝村長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張善偉。有跟您聯絡說我要去體驗一下石滬，對不對 ？OK 嗎？今天的天氣可以嗎？可以，可以哈。來坐遊艇會來去哦。這一台嗎？對，來去哦。OK， 船長早。我看2個莫打的呢。石滬基通船開出之前，澎湖海域親江的記號。搭着石滬只有7個名，搭着石滬嘛有7個樣的。石滬卡動嘅啊，留意也變好樣嘅傳說，用嘅係澎湖嘅人打做一股親鄉人嘅話題。利用呢早晨天鋪港行一轉吉比，要好好感受一下曲到親江嘅印象。因為即便是我們北海的漁前最好的場所，这是漁場，對啊，是最好的漁場啊。對啊，北海漁場。這是整個澎湖，現在整個全世界啊，是我們吉貝食物最多的啦。食物最多。因為潮間帶，我們的潮間帶很長啊。它都是潛水區啊。因為以前哦，我們老一輩子的哈，像我阿公上一代那個年齡哦，沒有機動船的話，老實講娶不到老婆了。他沒有謀生的能力啊，只有靠食物。冬天一進來跑出去的話，像1月就會住戶了。1
一夜致富。哎，当时说安干哪边鱼呀，丁香鱼有一次都10几万斤啊。10户的菜价就安干哦。对啊，你看神奇不神奇？好神奇哦。所以刚今嘛这10户刚过来用。10户现在夏天了哈，会做观光业休闲之用。夏天观光用。冬天的话。就再交给户主了，因为他们有抽签，我们都8月1号抽签嘛。像1号你要，2号明天就轮到我了。只要你运气好的话，你明天就有一个。所以好像这个押注一样对啊，那也蛮好的，感觉好像大家在搞鬼联络干净啊。对啊。然后大家一起出去抓，到了哦，进港了。吉贝岛，你看啊，全部已经做一辆插档，可以修理10户诶，爱开就久吗？2分钟就到了。2分钟就到诶，因为器材很多啊，古时候会抽查啊。那我们修是修外面这个10户还是修哪？现在对，去修外面，现在还在退潮了。那它现在看起来啊，有一些，比方说有高有低啊，对，是就是坏掉的部分吗？对，有高有低。所以它正常应该是整个是平的。对。哦，那要修的可真多。唔看啦，来去迄条国看过去吼。英语3、4、5、6，6少泰国，就对个10户哎用韩国去，当然就做用跟着潮汐天天了，就用引走，其他就会修理的嘿，唔单像迄10户天天，还咧修理老维护澎湖菜地的生活，来没有落去哦。按讲，有一些人哦，他们还去做欧美人。那是体的，俺没人。那係講有一種體檢，佢做得講出人和海洋依存的關係，冇問題。天作嘅石庫，澎湖全島總面積總對潮嘅落差做得有37平方公里，個含有潮間帶發發的前排。300年來嘅發展，本也會變做全世界石庫前島嘅位數，其中吉比島嘅88隻石庫係淺盤嘅。當然，乜本也會有嘅石庫之島嘅好名。對澎湖嘅人來講，石庫就像老五人供養係有生命嘅，人哋叫嘅，記得到供養為老，為畜生，為山田。因為咁樣，公部門和民間嘅文史團體喺2年前開始針對呢位有到較老嘅石庫進行維修和養護，目的當然係為咗本了到前4項嘅建設。做得到前好的照顧。對吧，大哥，我會使有遮落去未？會哦。啊，我對人行，來行半點鐘爭多啊，我行半點鐘才到。來行都2萬爭多啊，加看到泰國其他地啊，全部係哦，數百個後背，按強鬆這樣行過來，哪邊天天也會行啊？結果行到珊瑚礁底路啊，踩死個唔能講。來盲衝其他地方呢，盲安尼控水吼，來幾10年就順起來啦，真係無咁簡單。過這啦，過這邊過來啦。好涼，好涼。大哥，我徛在這會給你訂的唄。沒有。但是大哥很忙啊，誰可以跟我說話？來看對不對？底部度條係珊瑚礁吼。用嘛是珊瑚礁对吧，大哥？我以為全部都是用石頭這個疊起來。裡面對啊，裡面是用珊瑚礁。對。為什麼？我你沒龜啊。所以哦，用珊瑚礁有。對，裡面龜啊，你沒龜啊，要安怎？就它會掉。龜啊，一下。龜啊，那個小石頭堆在裡面啦。哦。還掉無啦？有啦。哦，還掉無啊？掉歹勢啦哦。我新來。我弄是石頭沒掉。我就是弄石頭啦。沒有。哦，這些在裡面的這些石頭是從上面搬落來。從下面搬上來的。不是啦，我是說從上面滑下來。滑下來對。壞掉，為什麼會壞掉？壞掉，因為就它滑下來的啦。你欠蠻半啦，你欠蠻半，你倒我啦喲。我呢？講伊我面交準備台語。講台語啊，台語啊。台語啦。對話咧。我唔講。好啦，啊，咱講台語啦。講台語哦。啊，我加減講。哦。所以即擺你找石頭。石頭。大細條有分無？哇，大細條冇分。哦，這個哦，有存哦，這邊睇到。其他都。
咱讲台语啦。讲台语哦。啊，我加减讲。哦。所以你即摆咧找石头。找石头。大细条有分无？有啊，大细条有分。哦，这拢足大条，这嘛是这是连落来吗？还是到这？哦，这个哦，有存哦，这边摕到。我摕到都。叫。我摕到，无你袂晓，安尼哦。安尼哦。有。在赤坎碧潭地路下店，护者与海平潮涨所及之处，周围竹石岸高1-2尺，流缺为门，两旁有柱，挂小网于柱上，潮涨。鱼蛤水涨入户，潮退，鱼蛤为网所阻。按你看起来，杀夫因为时期的无穷样，嘛要有差别。不过也低度的指挥包含潮水、洋流的方向、接气、捞气的方式，全都是有经验的累积。当可惜的是，也无文史的记录，意思嘅是讨海人一代一代传下来，故说。老城凋零，就会记清代的危机。没有无我进来。来了吗？你带我进来啦？来啦，带我进去哦。你看那看有？安尼哦。哟，进去咯啊！你进去就看啊。哦，有看到无？有冇看到？有看到？安尼有看到无啦？看你做条有无？哦，啊，这个真系嫌我咧，你们这个我不会好你咧，一个好生你最后那么赔。我安尼看到有呢，我不会嫌你啊。冇啦，我以你不慢呢。啊，你唔嫌我。哦，哎，看动摇，完全看得到。大哥这底度吼，像深海蛟龙一样诶，底度啊咧。应酬，啊，佮捡石头。哦，足紧就才捡到。对啊，你哪老？做几年啊？做10年啊，做要10年啊，我做到32岁尔，我18岁就去做啊。你即马32岁？哦，我看你应该才22岁吧。所以你应该的时候就开始做。吉比的杀夫媳妇推系伫2016年成立的，媳妇推的成员全部就係唔會走，先會笑，唔會欺負，先會爭殺夫的標準吉比人。利用種嘅有限啲推流嘅時間，佢哋就會請人出海去潮間帶爭殺夫。規個澎湖都兩萬還會爭殺夫嘅討海人，應該係當多。不過，願意下水去爭殺夫嘅人，實當少。一下，佢比殺夫小夫吹係有業績嘅，工錢係有文件非法嘅。來，大把數。因為所有為到地方的文化資產所做的任何打拼，全部都係切無實現的付出。太料要都帶，啊不過你太料全部敗退咧，就以為這位較遠的啊，你老面在過來不用嗰啲啊，冇要緊啊。哦，老闆點要落來？老闆點要落來啊？我老闆點要處理啊？啊你真係嫌我啦！我唔嫌你啊！啊你我當我真係好你要較提啊嘛！好啦，我嫌你。我呢個是咪因為安尼哦？啊袂哦。係啊。你安尼唔是來小小姐？小來滿意啊！然後你安尼哪做，大家嘛是都滿意啊！小孩小都同滿意，我其他就來做一件事情，就會保存了一種文化，你係懂出呢個事情。所以吉貝這邊到底有偌濟石頭？吉貝哦，係啊，88窟啦，88窟，係啊。啊，你攏愛安尼修理嗎？我破就要修理啊。啊，你比如講像恁安尼，佇個吉貝有偌濟人會曉修理石頭？足濟攏會修理你莫遐趕，你莫一直走啦，你叫我講一個，拜託你。比如講以前你捌聽過講，佇個吉貝遮有石頭才娶某？係對啊，啊娶某就我看管石頭啊，你石頭攏有名啊。有石頭的名啦，像人嘛是愛名，啊虎嘛是愛名。石頭無名？有啊，為什麼石頭愛有名？啊，伊叫啥物名？啊，這個叫分妹妹啊。哈，我聽無。分妹妹好啦。什麼叫分妹妹？啊，不是就啊是咱個人的名，啊伊是共款，啊你唔知好，你要安怎學白順？伊叫分妹妹啦。分妹妹哦。伊叫分妹妹啊。來好名啊。伊要按做放起來吼，天然了就泰國來到了殺夫。可能佢哋就修理了，可能1年以後啊，台灣冇馬間人會做一樣嘅事情，因為你下唔係以前露頭擺，你露住錢，可能要靠殺夫來過賺錢啊、做嘅啊，你係其他地方經濟來源。不過你嘛雖然你經濟嘅價值哦冇安重啦，不過你係一種文化，因為有你其實泰國。
漳州的老安用的文化传下落，肯定其他就安用做迄个安食，你就会台湾，你就会澎湖。啊，倒下去啊！我看门，借我看门。无我看这些，我感觉不一样。哦，我品了一款面，好香哦！OK， 这边 OK。不给。这样就 OK 啊啦，不怎么香，再吃起来就香了。哈，有一点我惊呢。惊。无啊，偏开我惊。你还慢慢东西啊？比了当然惊啊！我减下来，啊，做好食，这就配饭哦。种食起了啦。哎呀，食个啦。好啊，好啊。我也倒尾的哇，这把炒巴倒尾的。这是什么鱼？我唔知。炒巴鱼啊，当然国语叫炒面。国语叫炒巴鱼。村长说对一下，讲国语叫做炒巴鱼。炒巴不是台语。是臭肉。臭肉鱼哦，真正很臭哦。我这叫做刷牌呢。啊？就刷牌。这个没有这么吃了。假含针配这炒巴鱼，假含针配炒巴鱼，你听无啦？是安尼嘛？这些长辈每个人讲，我走起来拢安尼食。啊，骨头无要紧哦。头无要紧啦，骨头。甘甜哦。安尼啊，食一个配一水饭哦。麦片看样啦。麦片哦，就做100块来啊。这一定要配秘鲁啊。老赞。好食，好赞。因为咸嘛，啊，食入去是芳味呢。好食安尼啊。哦，我拄啊看恁大家咧讲这个鱼啊，啊，较看石河，我感觉拢是感情，看，最爱用的感情。有时候食东西没是咸米西红，还是给一系列感情，当做咧银行啊。好，辛苦。春肉的米丝就将个生活度游到东南甜饼贴喺长长的景色，其他地每因为时间绑长，米丝就渐渐的明褪。一个师傅头摆嘅盛况，留其他地充满喜剧壮丽嘅传说。对于塔上吉比岛就无谈过。虽然师傅卡喺五嘅盛况可能无像头摆咁好，不过假使就要用表皮快贴，推流嘅时间就会想唔起石油锅嘅幸福。吉比嘅人永远就记得。这口是本尾门，这口是船仔头河。就算时间唔会阁倒转来，师傅的传说都推迟的时间，同样会卡喺啲基督亲像的味素。20万年前，一只复活性的沙团踏上了七米岛，其他岛为小朋友带来梦想还有未来，其他岛让台湾让七米的树牵了起来。七米头摆很多南移也系泰移，离马公司29海里。喺澎湖群岛庆南片的岛，买台湾海峡地图庆南片的国境。在高速线来通航之前，起转7米要4点钟。那系讲澎湖喺伫国境之南，嘅7米就喺国境之南的庆南片。咩因为安尼，台太五村服务沙伫28年前送到7米岛，还开设一段到7米之间解唔开的缘分。7年的小孩子他们比较怕生啊。自从他们来了以后跟外人接触他们有辅导小学的、国中的都有，让他们比较不会去怕生，这个好处多多你好啊，你们真爱的啥？我都胎叔啊，大树。嘿，您就是大树本人吗？对，我是大树本人。大树不是应该是 C 赖吗？不应该是男生吗？怎么会是？没有，因为长得比较高，然后
就被叫大树了。你是真的长得蛮高的，长得很高。你也是啊，嘿，台福沙，对不对？台大渔服社的社长吗？对，社长。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我还没有恢复正常。哦，好。我在吃的鱿鱼丝的原因是，我吐到我的妈呀！吃的鱿鱼丝的原因是，我吐到我的妈呀！我现在肚子也是酸的，我早上不敢吃东西来。今天的浪我不知道有多大。刚才我们在船上大概是屁股一直飞离那个椅子。请问你来的时候有这样吗？我是先出先锋队，我们那个时候浪还好，可是我们整支队全部一起来的时候，那一天就是下大暴雨，然后下大暴雨那一天就是浪非常大，也是船舱里面也是吐成一堆，然后就非常的惨。对啊，大树，你那一袋有面有豆干是你要欢迎我们来要？不是，这是待会我们中午要用的那个食材，自己开火。所以你是生活妈咪？有点像，对不对？有点像生活妈咪。就像大学带营队的时候，生活妈咪负责，所以自己煮就是了。就是基本上是我们就是干部群，就是会负责料理他们的早中晚餐这样子。那台大渔服社来西美的这个传承啊，几年了？差不多快30年。什么？对，快30年。快30年？快30年。每一年都来？中间有断过1、2年，可是总共来说差不多是30年。那为什么会选西美这地方？就是怎么讲，会继续住这个地方，我觉得多多少少每一届会是一种对西美的感情吧。就是其实在这边，就不管是在社区里面问大哥大姐，然后其实他们都知道台大渔夫，然后也是跟我们有很久的感情，然后让我们就是会持续在这个地方继续做服务。可不可以请你们帮我一个忙，请你们帮我画出你们心中美丽的七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来七美的时候，我就听我先生说渔服这个社团，那早期是就好像是这边居民的生活，然后有一些医疗，好像有医疗的部分，然后教官也都会跟着来。我还记得听我公公讲过，就是他们渔服的学生到七美国小去驻扎营队，他们离开啊，比他们来之前还干净，因为其实台大的孩子，如果就我们现在一般社会的认知，他将来可能在各行各业都是属于精英嘛。那精英他某部分会决定台湾未来政策的发展。那其实这些台大的孩子，他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机会可以到偏乡去为孩子服务，其实那是将来不管他在工作上，或是将来他有能力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其实那个影响是很重要的。60年代初期，蒋经国先生提倡和鼓励台中學生要利用寒暑假的時間到配皮的漁村做沙期性的服務。台大學生就在當時的釣魚沙渡成立漁村服務區，也就是台灣大學漁村服務社的前身。行過29年，漁服社的腳跡在台東的火燒島、澎湖的青美、金門的列島，還有台灣本島開國的漁村行透透。關心的內容對社區服務到成人的基礎教育，還有老人家的福利保險，都喺漁服社服務的範圍。國家模態，除了台北、3萬哪裡都有配皮的所在，好在係社會資源唔平均。日本台大漁服社的熱情延續嘅30年。媽來找我啊？是誰叫你們來找我的？爸爸哦，對，明天是我爸爸生日，可是比較需要，需要他們來教導我們啊，互動啊，不然集美就是很少會有這種活動，所以我們非常希望。你參加了幾年？很多年呢。很多年。對。什麼時候開始？從國小。
从国小就开始啊，就像我今天在校园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学一些角色扮演啊，说故事啊，所以你也是从这样来的。嗯，我们小朋友会觉得他们那么好的大哥哥大姐姐愿意来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离岛，就觉得很安慰，就觉得很好。你好成熟哦，我的妈！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学生很可爱，他想要读那个历史系，可是老师说我们学校也没有历史主科的老师，说那你要不要去问渔府的同学？那他就一个暑假就自己坐飞机到台北，然后就偷渡在那个好像台大的宿舍这样，那些大哥大姐就带他们去故宫博物院还是什么，就是跟一些历史相关，然后大家去看戏办吧，就看历史系到底在读些什么这样。我常说，其实这些大哥大姐来是替孩子开启很多扇窗户。如果说偏乡的资源不够的话，那其实我们很期待的就是这样子的社会资源可以到偏乡来。4年的虎团做咧草绳吉他的洋曲，去探访五福沙的高长度、心管度、应用的问题。不过人都冇注意到，一个推测的时间，将7.54平方公里的隧道，一样会满足世人的想要认识世界的心。另外，迄讲抢爱用偏向来判定世人的一个需要，迄啲都市的人，千万冇注意到的。点都係將唔負成人嘅種行為帶量，還有除咗資源提供以外嘅關心來做伴。其实高中老師有一句話，就是一直影響我很深。他那時候說，就是像我們，就是從小到大一直讀書，讀很好，然後拿了很多社會資源。可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想辦法把這些資源回饋到這個社會上。那這句話一直影響我很深，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一個好的管道去完成這件事情。那會選擇漁夫是因為學校老師的角色可能不能給他們這樣的解答，可是我們的角色說不定離他們年齡更近一點，我們可能會了解一點，然後我們也有辦法可以從我們的角度，然後給他們這樣的解決，然後給他們一些意見。就是這是大學生服務性社團跟學校老師教的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其實七美隊出完的下一個學期是出集備隊的，所以其實對七美的感覺可能會慢慢的有點忘，可是七美國小的看過我們一眼，他不會忘記，然後他們會大叫我們大樹，然後在這時候就覺得，原來我們對他們是這麼的重要，讓他們在他們心裡是留下那麼深的印象。我比較不喜歡去探討到說偏鄉離島它就是弱勢，其實不盡然，這裡有太多的資源是都市的孩子無法享受得到。我自己的孩子也在這裡成長，我說這天寬地闊的美景是都市的孩子享受不到的。那係講台泰五福沙在7米落成的將近30年的關懷，冇當講係咪先？當然上到的學員全部就會經過安樣的服務和付出，得到的當代的感動和自我卡切的確定。某種角度來講，兩位的社會資源和教育資源確實有較少。不過，和生活喺7米的聲音嚟來比，本教材還有學習特定的都市聲音呢，係唔係點都將本人其他踢潮歌嘅受害者，行較唔是講天發開發嘅生活，係任何人全部無法提供嘅幸福。迄咩真嘞农家？哇，將我哋揸好來啊！台泰五福沙，其他條
当年吼，就会对七米斗方的生意来发，新年的时间，东东人讲，按动做做嘛个，不过其他就用的，其他就会遵循。你看，这种系好买的，也可用的，按断，不过又按浆。